台南市南区南山公墓火化场，大日的时阵人来人往，附近停车位歹找。要搁边仔正伫兴建第二火化场的厂商，煞甲建材砍路具放伫公用停车场。伫内底一直铺车铺车，铺卡无出去外口，卡搁甲迄个人插倒入来呢。因为伫停车，咱有当时啊，刚啊连续的啦，5只灵车、3只，迄拢足正常的。尤其是大日的时阵啊。施工厂商为去年12月开始，甲公用停车场占用，到达有4个月的时间，就亲像是私人仓库同款，已经严重影响到商家及民众。因此，民众业者向议员林美燕申请，希望会当解决。施工的厂商，他按照契约的工程里面，他说在工地的范围取得或租用土地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跟那个就是使用者来报备。所以说，你今天包揽这个工程以外，你必须要自备就是制材室、换制材料的地方，不然你就要跟那个公部门来报备。坦白，一定要承认说这个部分是我们殡葬所有所疏失啦，因为这个部分坦白讲，停这个不能这样占用，但是因为工程的需要。暂时我们也没有预料说期程会拉得那么长。那厂商这个部分，我们包括土建、包括炉具，我们已经有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共识，尽量能够在5月底之前，把全部的这个炉具的那个空污设备的部分能够把它调化。民政局已经出面要求厂商一定要赶工，会当伫5月底之前甲现场恢复。议员嘛强调，该厂商占用停车场伤久，袂用搁拖。会督促办理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